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11章10节到12章的第6节。在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，这个北国以色列经历了北国以色列的灭亡，然后呢，他主要是向犹大国来说，要赶快悔改转向上帝，甚至他们未来会经历灭亡，但是上帝仍然要拯救他的子民。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有人说呢，这是一个预言，这是一个预告，然后这也是一个应许。我们在读今天的经文，你会发现让你的心非常的有盼望，因为那一天来临的时候呢，从耶西的根要兴起一位新的王，他要成为列国的旗帜，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哦。万民要向他来进贡，他的京城辉煌显耀。我们对照这个很美好的景象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当时呢，这些人民他们可能正在这些失望里面，正在流亡当中。在这段经文呢，就在讲到一个那一天来临的时候，讲到当上帝他救恩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要经历什么样美好的事呢？在11节有说到，各个人民他们要从各个地方回到自己的国家。但第12节继续讲到，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、犹大人都聚集起来，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，他们不再分裂，而是要走向合一。而到第14节的时候说到呢，当他们合一的时候，他们能够战胜仇敌，他们能够战胜那些原来战胜他们的，原来把他们击败的，他们因为合一，因为上帝的招聚，他们可以成为那个得胜有余的。而在第15节、第16节继续讲到说，要开出这个道路，让人能够走在这个救恩的路径上面，让人能够走向这个救世主弥赛亚，让我们的生命去经历到那个救恩。这是上帝对那一天要来临的应许，他在宣告那一天会到来。我现在其实就已经在经历了，因为弥赛亚已经来了，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甚至他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的盼望。所以在第12章接下来就讲到是一个赞美，一个宣告，一个感恩的话语，感恩的诗哦。这边说到呢，在那一天我们要来歌唱说，上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虽然曾经对我们发怒，可是你却息了这个怒气，而且安慰了我们。我们可以常用这段经文来成为我们的祷告，特别在第4节那边有说到，在那一天你们要歌唱，感谢上主，称颂他的名，要向万国宣告他的作为，要向万民传扬他的圣名。这段经文呢，是我们现在就在做的。我们不仅是自己领受这个救恩，我们也向人来传福音。我们在圣殿里面一起来敬拜神，我们也在生活当中向人来分享他的救恩。我们要用感谢的诗歌、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那一天正在来临，已经来临，还没有完全，但是上帝的救恩是逐步的一直在应验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你赏赐我们这段经文，从过去这些信仰的前辈，一直到我们一直在领受主你的应许，主你的救恩临到我们生命当中，让我们今天要开始新的一天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是被主你来激励的，是充满盼望的。因为不论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处境，我们都知道上帝你已经掌权，上帝你要再次挥舞得胜的旌旗，带领我们经历合一，战胜仇敌。谢谢你的应许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